年咯。也台湾客家联盟也貼批今日邀請客家社團學者專家來看馬政府嘅客家政策。參加嘅人除了傾聽客家事務預算增加一批，韓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也到政策的方向正確以外，咪希望講是的落實政策，尤其伊能講要注意母語推廣同客家權益有退步嘅部分。公布好嘅客家社團人士共下檢視客委會嘅施政細節，對客家高等教育工作傳播，馬介都講，針對馬政府3年來10萬嘅推動客家基本法，還有本客家預算倍增，估計總下真肯定。如果對去年客家法通過到一下，包括客家重點發展區，還有公司年嘅推動，係希望看到乜嘅效果。本客新人事少，本來嘅後期會變做係政策公報壇。連入重點發展區嘅鄉鎮有乜嘅義務？有乜個條件，來做乜個事情，全部規範啦。語言平等法裝修法度好好來保存到費用。簡單講，較重要係係人哋國家咧可能語言嘅個政策呢，我好好調整啊。面對國家嘅建議，客委會強調，客家法將實行年外，還臨時看到效果，可是有難度，但是仍是會慢慢檢討改進。強制性呢，我相信啊，所有的法律都通用，然後個開始實行的話，一定係這個循序漸進啦。講強制的方式呢，我相信啊，將來我哋速步來檢討的時間啊，我連夜來就速步來檢討。將來邊個配合嚟經費？為來演出天數，這樣有辦法做，也不是沒講一條水橋嘅，講要做就做嘅，唔係呢。客家呢位係真支持客委會，並認為馬政府至今3年來對客家促權係真有成績。不過實際來看，當其時馬總統嘅親身經驗，包括太公路嘅客家廣播電台，還有設立客家特色產業基金，到年下都望達成目標。公部門可能還會加油呢。客家新聞林建佑廖啟正台北報道。